们的主，是你们的神。我可以赐予你们身体，赐予你们灵魂。靠剑发祖。 怎么回事啊？启奏陛下，一条如山岳般大小的巨蟒突然冲入天庭，发起攻击。哪里来的妖孽，竟敢如此大胆？探探海会大神，臣在，立刻率天兵天将擒拿此贼。臣遵旨。好日击赤马，王日突虚日鼠，随本尊迎战。 哪里来的妖孽，胆敢在天界猖獗！相救之恩。到阿修罗界的弱水河畔去见魁罡法祖。我已经接去崇华宫大门前的3清符咒，尔等立刻离开。是。你的星君得手了。
石敢当，我是石敢当。我是石敢当，我是石敢当。石敢当，我是石敢当，我来了！九灵石就在这里，你们仔细给我找。师兄，你看那儿。这厮已经运化成人，离开了这里。师兄，早就听说你能预知过去和未来之事，现在正好用上。他还在山里，就在后石屋附近的一片瀑布旁。我们即刻动身。是。好。站住！你们是何人？我是泰山绝顶的九灵石啊，刚刚运化成人。你是何人啊？你是九灵石？正是。你刚刚运化成人，哪里来的衣物？我刚刚运化成人之时，身上确实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遇到了这两位朋友，是他们将他们自己的衣物赠予小人啊。你二人是何人？小仙是山中的修士灵松子，她是仙女绿宗仙子。什么灵松绿宗的？别净捡好听的说。本尊问你们二人是何物修成人身的？灵松乃是松树精修成人身，绿宗乃是绿萝精修成人身。你二人路经此地，正好碰到九灵石。正是。我二人本要到后山采药，不想走到这里，忽听天崩地裂，一声巨响。这位师兄从空中落下，小仙二人便赶忙上前，见他赤身露体，便将随身携带的衣物赠送于他。事情正是如此。是这样。不敢多问上神名号。本尊乃天庭的三坛海会大神哪吒。上神原来是天下闻名的哪吒三太子，我等失礼，上神莫怪。小的刚刚运化人形，不识上神真面目，望其恕罪。罢了，本尊下界就是奉玉帝旨意前来寻你。寻我？起来吧。你二人暂且回避，我有话要与九灵石讲。那我二人便就此告辞了。多谢二位这么一之德，后会有期。上神，好教尔得知，尔虽然只是天生地长一石精，却蒙玉帝钦点为三界大护法，身份极其特殊，今后要委以重任。玉帝之所以派本尊前来，就是要本尊做你的老师，传你法力武功。你要潜心修炼，以备后用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小神得蒙上神眷顾，收为弟子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小徒叩拜。起来吧。谢师父。自今日起，你我便师徒相称。你刚刚运化，尚无名号，为师替你取个名字，今后也好呼唤。就请师父赐名。
你从石而出，便姓石吧？石名九龄。哎，你就叫石九龄吧。啊，多谢师傅赐名。自今日起，徒儿便叫石九龄了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为师现在就传授你武功和法力。是。你转过身去，闭上双眼，盘膝而坐。起来吧。师傅，徒儿觉得体内暖暖的，有一股力量动出西状。是我将自己的天罡神力灌输给你，而今你已经拥有了中神之力，要想继续进步，必须要在早晚之间多多习练。好，谢师傅。这2本册子便是为师的火尖枪法和72变。如今你已经具备了通天神力，因此只需多多练习，便可熟能生巧。谢师傅。这条枪是为师委托9天应元府火神用玄冰寒铁打造而成，夺天地造化，乃神兵是也。你要好好练习啊！啊，多谢师傅。为师这便要回归天庭，如果你有急事，便用寄语呼唤为师。来，这便是呼唤为师的寄语，你记下了吗？徒儿记下了。那为师返回天庭去了。看起来他真把你当成9灵石了。这个笨蛋，将自己的神力灌输于我，还把72变和火尖枪的秘诀也给了我。他还说有事可以用秘技召唤于他。二位，有了3坛海会大神哪吒这位强有力的靠山，咱们行事便可以肆无忌惮了。沈兄，若不是你临时机智，伪装成9灵石，今日非但无法骗过哪吒，恐怕还要被他看破我等真相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鬼岗法祖说的一点不错，沈兄真是足智多谋啊！二位，我们虽然骗过了哪吒，却放走了9灵石。眼下最重要的便是要完成魁罡法祖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杀死那个护法石精。9灵石现在何处呢？他也向山外走去，我等立刻追赶。好。玉皇顶上的9灵石所生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石敢当。啊，石敢当，石敢当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哎，你看，那是谁？啊。
刚出生就要死了，真悲惨。小子，愿自己的命苦吧。想不到你的身板还挺硬啊！看向他的脑袋。给我宰了他！这位上神，有事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啊，小神名叫石九龄，乃是天界三坛海会大神的弟子。哦，你是哪吒的弟子？正是。小神今日方从玉皇顶的九灵师中运化而出，海会大神便奉玉帝旨意赶来，收小神为徒，并授予小神神力武功。命小神在人间潜心修炼，以备后用。哦，你就是玉帝所说的三界大护法？正是小神。不像。上神，怎么不像？三界大护法乃玉帝钦定上神之术。怎么能像你这般贼眉鼠目、满身妖气？你是何方毛神，竟敢在此大言不惭？这位便是玉帝钦定的大护法，你竟敢如此不敬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我看你们三个不是什么大护法，而是逃离天庭的上古三怪蜃九婴和巨蝎。你这毛神！妄自尊大，真是狂傲之极！你且不要管我们是谁，只要你知道你的死期到了，这就足够了。不知死活的妖孽，死到临头还敢狂言造次，休走，吃某一刀！来了！好。请上神手下留情，小神有话要说。小神真的是泰山灵师所化，也真是三坛海会大神哪吒的弟子，求上神明察。
你说自己是3界大护法，又是哪吒弟子，有何为凭啊？啊，这2本册子，一册是火箭枪法，一册是72变功法，都是我师父刚刚与我，请上山查看。这2人是何方妖孽啊？这2人，一是泰山州的松树精灵松子，另一位是绿罗精绿宗仙子，他们都是弟子的朋友，还不过来向上神赔罪？小仙等不知上神驾临，狂言无忌，向上神援诱。山中小计，不识其道。若不是九灵求情，本尊今日定要尔等性命。是，小心勿撞。起来吧。谢上神。刚刚本尊在天剑之上巡查，看到此处白气冲天，强劲无比，必有巨妖逆怪。尔等可曾看到了吗？上神果然是神法通天，方才小神3人正在力战3只巨妖。哦，什么巨妖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只是看到其中一个的原身是蝎子精，另一个是蜈蚣精。啊，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就不知道了。一定是妖龙蜃。上神，蜃是什么？也是上古巨怪，乃是一条善于点化的毒龙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上神是在找这3只上古巨怪吗？正是。今日我3人在山中偶遇3怪，这3怪要杀我等取阳精，小神等奋起反抗，与之激战。然而这3怪法力奇高，发动元神，顿时白光冲天，小神等无法近身，3怪就借机逃走了。啊？逃到哪里去了？方才白光闪动，那厮放出烽火雷电，我等只顾躲藏，没看到他逃向何处。小神想来，应该是向西北方向去了。众将官，向西北方向追赶。你2人不识其道，无知莽撞，竟敢与他动手，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今日若不是圣兄，我2人恐难逃此难。不知这厮是谁？你们有听说过灌口的2郎显圣真君吗？难道是？就是那个500年前曾擒拿齐天大圣孙悟空的2郎神杨戬。正是。杨戬被我骗过，去找石敢当了。以2郎神之力，10个石敢当也不是对手。有他替我们解决这个祸害，岂不是省了我们的力气？圣兄真是足智多谋。我等立刻赶回首阳山，筹划魁罡法祖所要之阳南畅武及童婴之事。是。
是不是食神呢？先学了这剑法再说。去找他爆头怪，救回玉莲和半斤。这一剑是我刺的。真的是我。三界护法石敢当来了，石敢当来了。启禀玉帝，石敢当、朱半斤、敖生三人已到接引殿。好，来得正好，朕正等着他们呢。接引天尊禀道，今晚三人在接引殿落脚，明日一早前来觐见。石敢当、朱半斤、敖申，皆为显圣二郎真君杨戬的弟子。此次石敢当等剿灭为祸人间的蜃、巨蟹和九阴三妖，粉碎了回罡的阴谋，使其南越雷池，得到天庭封神。杨戬绝功甚伟啊！回罡恶佞黑暗，法力无边，竟能舍玉帝之肉身，以魂魄而独立于弱水之渊。我等法力虽经数十万劫修炼，却皆不能灭。然唯独石敢当勇猛正直，刚强彪悍，竟以一己之力绝魁罡及众妖于三界，实为可亲可敬。玉帝当以大神封禅之。太上道宗所言极是。青日马，陛下，立即持朕调令至灌口，调二郎显圣真君杨戬，明日清晨前往南天门，引领石敢当三人到凌霄殿觐见。是。明日封禅，为我天界大事，众神当以圣福以示之。臣遵旨。
日星君携玉帝调令前来，请二郎爷听令。是。二郎爷，斗牛宫某日星君携玉帝调令，现在门外，请爷爷听调。哦，想必是石敢当三人已到接引殿，玉帝调我前去引领。正是。请他到正堂。是。啊，某日星官，显圣二郎真君杨戬听调。臣杨戬后调。调显圣二郎真君杨戬，明日某时4刻至南天门接引石敢当一行至凌霄殿封禅，钦此。臣听调。有劳星君了，回去转呈玉帝。杨戬明日某时必到。告辞。至于能不能办到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他们明天什么时候觐见？明天一早，某时4刻到南天门，二郎真君在那里引领，辰时出客在凌霄宝殿觐见。至于你说的什么镇妖石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这些就足够了。还有，我要嘱咐你，石敢当可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可一定要当心呐。对他我太熟悉了，这一点你尽可放心。那么就这样吧，我告辞了。
石敢当是个多心人，莫要被他看到了。明天我不想干了。啊？什么？天庭之中非神即圣，我怕会弄巧成拙。这也正是我担心的。可是奎刚法祖那儿你怎么交代啊？哼！你与奎刚是什么关系？明天你们要做什么？明天我当然是要引你们去祭奠玉帝啊！是吗？刚刚与你说话的那黑衣人是谁？你与奎刚是什么关系？这妖石又是怎么回事？石敢当，你是新晋之神，不知天宫的规矩，在这里千万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石敢当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一定要当心呐。这也与我没关系吗？你知道我的脾气不太好，刚才的问题我再问一遍，你们明天要做什么？你与恶神奎刚是什么关系？那个黑衣人是谁？你是想去和玉帝说呢，还是想跟我说？或者你是想和我的玄铁剑说话？我是迫不得已，我是迫不得已呀！接引天尊竟然也被奎刚的手下收买，真是令人惕然心惊。看起来天界也不平静。大哥，你是说接引已经死了？化作齑粉随风换去。可怜一位大神就这样自毁神土，这奎刚真是无所不在。哎，快起来！这都什么时候，还由得你躲在这睡懒觉？他便是成了仙，一顿也要吃上30-50个馒头，一天睡上7、8个时辰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做兄弟的甚不成人，一天便只知拿我说笑。莫多话，且洗漱了，我们要去觐见玉帝。不是由接引大神领我们到南天门吗？哼，接引大神，便是这个名字起得不好，他把自己接走了。啊？怪话，什么他把自己接走了？石上，3位可收拾停当了，我们现在便乘天剑到南天门，二郎爷在那里等候。你是接引大神？石上说笑了。昨天晚上的事儿。昨晚我在广目天王处下棋啊。下棋？那黑衣人呢？黑衣人？什么黑衣人？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戏弄我石敢当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说的好好的要动手啊？怎么还不说实话？师圣所说何意？小神实在是不明白啊！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是圣是妖，还是问我的原力？怎么样，
天尊莫怪，是实敢当造次。时胜惯常降妖镇怪，想是见多了人世间的妖魔鬼怪，只怕我是个假的。你放心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天庭圣境，哪有妖孽敢到这里来寻死啊？哎呀，真是。那么我昨天晚上在你的享殿中看到的又是何人呢？啊？怎么？昨晚时胜到过小神的享殿？好，没什么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快进过二郎爷。叩见师傅。免礼免礼。好啊，你们三人竟同蒙玉帝建诏，同登天庭，封为天神，实为殊荣。为师从心里替你们感到高兴。封禅仪式在凌霄殿中，玉帝特调为师在此等候你们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好几个月没见你了，还挺想你的。二郎爷，玉帝正在凌霄殿等候，就请起驾吧。那好，你们随我来吧。赶着，你看前边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哦。赶着啊，你想说什么？师傅，此事弟子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你我师徒之间，当说的固然要说，不当说的，即便说了，又有何妨？昨日夜宿接引殿，我看到了魁罡的使者与接引天尊交谈。什么？正是。他们都说了什么？好像是在说什么在天界行事，却不知要做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他们提到了什么镇妖石。镇妖石？啊，正是。镇妖石是什么东西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那后来呢？弟子突然现身，言辞质问接引，接引张口结舌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是他们逼我的。”然后突然自枪，肉身化作石像沙尘。可刚刚在南天门，我还看到他与你们在一起啊！哎，怪就怪在这里啊！今日清晨，接引突然敲门，弟子也是大惊失色，启动元力观看，却没有发现他身上有妖云邪气，应该就是接引天尊无疑。那么，昨晚死的又是谁呢？这可真是奇哉怪异！难道说魁罡的势力已经侵入到了天庭？弟子不敢妄言，但师父曾经说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慎、九婴和巨蝎是怎么逃离崇华宫的。至今此事仍然是个谜。崇华宫宫禁森严，守卫严密，这三怪怎么可能自行逃走呢？是啊，如果接引天尊是魁罡的手下，那么弟子敢断言，天界中魁罡的势力绝不止他一个。哦，难道不是吗？有道理。这些事情为师会亲自禀明玉帝。前面已到凌霄宝殿，尔等整肃衣冠，准备觐见。是。整肃衣冠，准备觐见。是。臣杨戬启禀高天上圣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，臣引领石敢当猪半斤鳌身，在殿外候旨。我二郎真君引三人进殿。臣遵旨。好大的嗓门啊，震得我脑袋直嗡嗡。禁言，这里可是天庭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你呀，就是管不住你的嘴。
参拜玉帝。臣实敢当朱半金敖身叩见玉皇大天尊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实敢当，尔三人本是地水之术，该当归天界下三庭所辖。今日朕之所以破例宣召尔三人天庭受封，乃为尔等忠勇正直，威武不屈，力战要挟，保三界平安，绝功至伟，殊堪嘉奖。实敢当听封。臣实敢当后旨。尔乃泰山灵池所化，受日精月华，天地灵气，肉身成圣，实为混元一气，金仙是也。自封尔为泰山十圣，三界大护法，以泰山为尔供养之所。臣实敢当叩谢天恩。尔虽位列仙班，是仙路，却暂不入神级。陛下，这是为何？实敢当为三界大护法，身兼未来之事，结束道时，自有分晓啊。是。臣领旨谢恩。谢陛下。朱半金，听封。在这儿呢。这次村粗，什么在这儿？要说为臣后旨。哦，老朱后旨。朱半金者，凡人是也，至憨至性之人，虽常生懒惰之心，又贪口腹之欲，却忠诚可嘉，不畏强暴，自封为长乐仙神，以原极隐雾山为供养之所，位列仙班，持仙路，入仙籍。是吧？啥意思啊？又不知天道森严吗？啊，什么？师圣在上，小神真的不曾看到妖魔经过。以前每妖魔过境总有风声，可刚刚确实是没有啊。莫非是我赶过了头？好了，错怪你了，你去吧。是，谢谢师圣。乖儿子来得好，让你尝尝石爷爷的手段。是你！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假的，因为那天夜里接引天尊就已经自枪而死，身
神死之后成为石像，而后化为齑粉，这是任何人都装不来的。有一点我感到非常奇怪，从你的身上竟看不出丝毫的妖气，这也算是奇事一件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？我该认识你吗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要抢我的包袱？和你一样，我也需要镇妖石。你怎么知道镇妖石？你以为天庭真的固若金汤？你以为你的玉帝还能做几年？我劝你归降我的主人，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奎刚，你的确很聪明。莫说废话，还我镇妖石！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回去？自石敢当出世以来，这是我听到最可笑的话。今天你还我镇妖石，咱们各自走路。如若不然，俺石敢当发誓，让你们看到自己的脑袋。怎么样，拿到了？拿到。镇妖石就在包裹里。非常好。这正是从石敢当手中抢到的镇妖石啊！这是二郎神杨戬豢养的10人太岁，一旦上身，便会立即被其吞噬。今天如果换了旁人，就彻底完蛋了。黑莲圣使，我信任你，才将事关命脉之事交予你。可是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属下该死，属下该死！你还会让我失望吗？不会了。
石敢当啊，他早已料到我们会劫夺镇妖石，因此早已做好了准备。看起来没有必要再使阴谋诡计。这帮龟孙呐，骗的是团团乱转，拿了个假镇妖石，还那么欢天喜地的。让奎刚也尝尝咱们食人太岁的滋味。嘿嘿，要说你也够损的，能想出这种招来。哎，哥，你说师傅怎么养的这食人太岁？什么时候能不能让他老人家也教教我呀？哼，你以为那种东西想养就能养啊？那可是上古剧毒之物，没有大法力根本无法镇压得住。你养，没几天啊，就让太岁给你吞了。有那么悬吗？还真是，怎么什么到我这儿都这么难呢？不信你就试试啊！嘿嘿，算了吧，我还想多活2天呢。哎呀，别的不说，总算是甩下了奎刚手下的这批孽畜。也不能掉以轻心呐，奎刚法力高强，绝不可等闲视之。想来他们也刚刚回到弱水河畔，待发现镇妖石是假的，再来抢夺，怎么也得几个时辰以后吧。我们已经使出云梦泽了，再有1个时辰就可抵达泰山。西南风起，天渐东行，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山。大哥，你看，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天都第1绝地泰山。终于到了。三弟，向右慢动，乘西南风全速东进。是。便是泰山，正是。这里便是后山坳，名叫后石坞。由此向东绕到山前，经过紧18盘、慢18盘、5大扶松，穿过南天门，就可以到达绝顶之处了。哎，大哥，这里也有南天门？好，这个南天门并不是天界的南天门，只是当地人形容山高绝险，犹如天门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如同匹练一般，真是天下美景。泰山绝美，天下罕见。哎，哥，真想不到你这样一个人能出生在这么一个地方啊！哎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应该出生在那般凶狠险恶之处才相配啊！哎，山恶人善，山恶人善。好像是呼哨声，是风声吗？不，是水声。
厉害！石敢当，这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！打不死的妖怪，又来找你石爷爷的晦气！哼！你石鬼计，金蝉脱壳，妄图骗我魁罡法祖，那是白日做梦！识相的交出镇妖石，否则顷刻间要你化成齑粉！想要镇妖石，问问爷爷掌中的开山月答应不答应？大家齐上！
尚且不知，尚在此大言炎炎。今日这泰山绝顶，便是尔等宵小的葬身之地。石敢当，你将武一恶，兵无半人，面对我数千神军，竟然还敢在此危言耸听，真是不知死活！速速交出这妖石，投诚魁罡法祖，尚可留着性命，否则顷刻之间将尔化为齑粉！不知妖孽！你睁开眼睛，好好的看一看。